办法去爱别人。所以本德才有法度人得心。哦，我才是要平定天下。而且伊甲咱讲，君子之道，往天下有六部曲，就是有6项咱爱你必须爱你遵行的。哦，这6项就是咱的本体。哦，一定爱你遵行，啊，无你这2这3条无路用，因为无逻辑，嘛无伊重要性。吼，咱的百姓，互咱每一个人来去当去信服。首先，爱本自信，就是爱由家己开始，行义不变，爱宽容之意。哦，你在公面临你现在做的，要先清理自己，先治理别人，你才可以去治理。先治理自己，你看我同意，你别人。哦，以心体净，心得化美。伊个家己啊，以心周全，伊体净了后，哦，还走过必留下痕迹。但是呢，身历其境才有印象。哦，这样法度伊咱的心得去化美。第二，因之书名，爱以德同行，一定信服。哦，一定信从。所以呢，咱百姓，比如讲咱今日首一个干部，哦，上无学，人就爱上领令的这个道志。那么吼，电话师讲，点击爱加油哦。那么各位先生，互我首一个领令，互我是讲，啊，各位组长，点击爱加油哦。哦，恁爱去导人，哦，咱的先生去导人，啊，互我呢，点去处理这个点，互我对以身作则。以身作则，互我一定想打起脑筋，要安怎度化互我的因缘。所以呢，各位先生，我们是大家一起来的，不是你去做，不是你去做。道路要弘展，一定要叮嘱书面。咱首一个组长干部，你要讲啊，大家要去导人，啊来听班，啊结果领领组长拢唔入班，哦，啊要叫咱的组员来入班，咱的前线来入班，是有所困难的。有所困难，爱考出3项题不必，因为咱这种3中的件代志，一定要考察、考证。哦，这件的这代志，甲101个英文3项，下3周啊上周，历史这都是相困难。哦，而且时何不差，爱学问认伊得定。伫咱过去吼，咱老看高中的名，是咱研究的书咱拢知影，过去有真正甲复证，有真稳甲复稳。那么咱爱做一个考察、考证，你这3种的代志是甲过去的有道理分同款，还是甲节奏的部分同款？我们要去考证的非常的清楚，以后才能够驯服于民。那么来第4，来变出天地之本位。这个3种的代志要参考天地自然的发展，甲天地所发展无相违背，所以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的道法自然。哦，因此咱依三才之中，咱嘛是同款啊。哦，这道内底，咱每一个道场内底，拢有咱道场的伦理道德。哦，那么咱要制定这伦理道德的时阵，咱一定要有合乎天地自然的发展，才有法度适合居民。那么第5是自贵性之故。我到遮的时阵，我拢安尼想，我袂晓的时阵吼，我去到咱的前线，即个要去甲贵性之分啊，哦，啊这贵甲是敬天地，啊敬这贵性，天地贵性是无毋对，但是咱要如何甲伊问啊？而且佫无义哦，无义问，面对外在无形的鬼问，哦，贵性。但是重点是咱内在良心，其实良心对天理。哦，咱常听人讲过讲，良心是对天理。那么咱要如何制定3中这件代志，无违背着咱的良心本性，而且无愧于着咱的心，咱的本性，哦，咱的自性本体。那么因此就一片公心地两个鬼神嘛会认同之母义。这是无简单的，但是这是咱努力的一个目标甲方向。哦，就咱一个道场也好，一个家庭也好，一个公司的制度，拢一定爱合乎规神之律。各位先生，互我拢安尼想啊，亲像咱家修板的，哦，像咱的电话是像空中飞人啊，互我去感觉咱空姐人士吼，去平哦，哦，啊，咱落雨对无？啊，互项哦，转来。阮阿叔组长，阮村委组长，电话时间互他，去平湖板的，啊，落来有转着4流了，各位先生，互项两手啊欢的，足强步，我若主讲吼，
厝边甲找门，会足惊死，因为连人是嘛欢的啦。真正互我会惊，互我做无胆。阮老公拢讲我人无胆吼，做歹啊，但是做无胆。结果哦，很恐怖。啊，这个也做者我的边有动有做，有边离你远要来。啊，真正破的吼，咱死的拢心得啊。或许说不行啊，责任很重，但很多事要做。迄个会使讲尽责等于袂使，好好学吼，讲袂使。伊讲你点了是这一切，你特别欢乐啊，我讲好嘻嘻。但是各位姐姐，毕竟咱有咱的信心，我们还是有对立啊，还是会怕。但是呢，咱坚守烦恼，只要你是为别人好的哦，各位姐姐，他们规时拢会甲你保护。真的啊，我讲哦。一个以前澎湖来去吼，有时咱爬山的姻缘啊，还是咱像互咱爱上办一个雾峰的，互迄个无好的物件卡着的时阵，来求道，阮电视师在场啦，吼，前日嘛有电视师嘛在场啊，迄是足恐怖的工作。阮迄个助理吼，怎啊咧徛伫中吼，伊怎啊毋敢冲过，我是安怎来走你？那各位先生，我来体会，原来只要是信道。咱有咱的正气、正能量的时阵呢，咱规时是袂挂。所以互项呢，若咧导阮的小朋友来开智慧的时阵，那家长拢会问：这妈妈读圣贤书、读经就好，为什么还要去开智慧？或许就会跟他说开智慧的好处。阿姨讲，就像迄神来开讲哦，讲嘿死，互咱开智慧了后啊，伫咱内环境咱的黑暗的所在，多一点光哦，那些无形的东西呢，当然就会。离我们远去，伊安尼听了，真的哦，想生那些儿子，能光阴出来开智慧。所以各位姐姐，只要我们是为兄弟姐妹，真的能够出离苦海的，或许都会觉得说，鬼神也都会相助，鬼神也都会相助。好，6，必须一时性命体不朽。必须咱的经验记载。半年哦，那10点哦，10点10分，吓一大跳。必须一属性命体不朽哦，就是讲必须，咱的经典记载就是一世哦，一世的迄个年度吼，年度的记载就是30年哦，那么必须才讲的是3000年哦，3000年以后一属性命不朽。咱一个互项的，伊就咱的标文，也是大个，咱各位先生。讲真的假不了，假的也真不了。各位先生，咱刚有去阮红点的时候，伊有去迄个上面，迄叫做植牙，对不对？植牙，敢是真的？不是啊，迄叫假哦。若咱细汉大汉，咱这真的，我做者真的啦吼。阮阿叔组长讲，伊完全捌出去听过，甲阮爬山吼，伊妈妈。奇怪，讲50-60岁，讲捌手机听过啊，真正讲厉害。伊讲吼，阮大哥吼，江潭左大哥呢，伊是牙医嘛，伊咧做喙齿，我来甲讲，迄个给我看那个实验，伊讲吼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当然，迄较好用，可是呢，伊嘛是一工会歹啦，无一工会歹。那么这来到这呢，咱讲到这3种。伊要经得起时空的考验，哦。这样呢，经过必须，但是呢，后壁都有性命纯净和性命马上进防你不离。他的意思是这样。那么你记得咱的标文有安尼甲咱记载，讲我切自开天以来，已经3不之温，先民之后，民的大道波团，礼仪不明，道统依对，至今3500年矣。那么你是当然的互项。无啥会晓，无啥会晓体会啊，所以互项哦，爱小抄写伫即个所在。就是讲，咱的道统哦，西传到民主呢的时阵呢，已经西传到西域嘛吼，到达摩祖师到个东域到咱东土，因此呢，迄个时阵咱东土的有缘兄弟姊妹呢，拢无机会得到即个先天来的胜利精华。所以呢，咱迄阵呢会礼仪不明。那么现在哦，不用天的应许了后，大道普传，各位
过真侪，咱每一个人拢有机会，但是已经经过30几年，哦，30几年啊，就是咱阮电脑师的金凤英头讲，就是正发时期、上发时到半发时期。那么当然学校呢，就无时间甲咱解说这代志，我嘛袂晓啦，是无时间呢都袂晓吼。那么来到咱即阵啊，咱知影叫做末发时期，吼。因此，咱师尊师母伫民国19年呢，领受东领天命了后，普渡三者，就是这绿色艺术性理的不变，而且印证，而且印证。所以呢，而家学校嘛，甲各位先生呢来分享意义吼，绿色艺术性理的不变。啊，学校呢一早认为，然后讲即摆嘛小可有心得，咱可以分享，但是嘛毋知影敢有对啦吼。如果若毋对呢，咱各位先生等下咱甲学校心得一下吼。来，集中几神二部曲，哦，当然到将第六，这叫六部曲，哦，伊讲咱这个三中之书呢，一定爱有这6项的完成。做咱的基础，哦，做咱基础来做这三中之事。那么来，咱如果会当呢，各位先生，我们就能够一珠归神二部。那么一珠归神二部就是第天命，上天看着各位先生，咱来学校，连这妈妈拢会甲我讲，啊，你遐无闲，你是干要装啥物啊？哦，我甲讲。妈妈，你毋知，但是迄豆母娘吼，上天知影的。伊讲知影啥？总规矩有时啊找也袂着啦，哦，毋是去遐就是去遐。那么我就讲，妈妈，豆母娘知咧，伊讲知影啥？那么伫遮互我体会，一珠归神是无疑。咱今日普渡三者，而且圣书代天宣法，替天明德，各位先生，咱是咧办天德，那么是天善，应该上天的会知影。像咱爱上诶，咱民妇先生吼，爱做一下好，长行永永老莫言，长老莫言诶，各位先生，咱若老莫言吼，真啊毋知影我是啥，咱电话书去嘛，讲伊毋知影电话书是啥，我惊一个嘛，讲讲伊诶，互我真正有够艰苦，因为咱知影咱民妇先生，是阮爱上神秘边缘诶一个总务，会使讲非常非常精进。那么学校呢，大概早晚先生。一切靠上天，或者一切靠上天，或者都一直求上天慈悲，一定要转化。啊，个因为爱开始这个课题，我嘛非常的艰苦啦吼，啊，昨个终于迄个，但是呢，我还会使透早6点半看时间6点半，哦，这伤早袂使甲读，来，我到因为7点10分要出门，我6点40靠的查某囝，哦，妙容。爸爸有没有好一点啊？有没有知道我是谁啊？伊甲我讲，苏玲姐，我无去，因为上面是妹妹也过，啊，我等下打电话来甲伊问看卖啊。哦，结果经过他的10分钟，伊打电话互他，伊甲我讲，苏玲姐，爸爸会当叫我讲话啊？啊，知影我今日要去培哦。当下的候选，真的天知道，哦，因为呢，一切靠上天，我嘛安心不讲。我们一切靠上天啊，但是也是要靠医生啊，因为医生马上来抽骨髓，哦，去化验了，电脑室长去，就甲讲嘛，啊，这脑膜炎不要紧，这抗生素若注射就好啦，吼，啊，这个老师天天甲你斗帮忙，斗挂转，可是给他一颗定心丸以后，真的早上，或许也有报告电脑师哈，昨天因为昨天电脑师去，他不认识电脑师，也不认识候选。听说只认识他的儿子而已嘛，所以你这一年来给各位先生，哦，拄着一年时阵，你是旁边惊，也不用怕，也不用慌啊，吼，当然是神跟人合一，我们就真的能够转危机，转我们的危机。所以呢，学校感受讲，咱今日这第三中啊，好，咱在天上啊，替天明的普渡三者就圣书，知天命，原来办天书。而且在咱绿色艺术性理不对，第一点了，3星期以后，性别说搁再出世，哦，是咱师尊师母，哦，是咱过去性分再世，哦，想愿再来，拢是有hiệu。对普渡三者是件性事绝对无对的。那么咱在座注意这个代表，咱知影，会使咱来操持讲。今年以青少教育班，在座的如果是我们青少的人才，咱拢爱修10岁，10岁是咱一世一世，就是拄则互
32年是哦，咱伫迄个金光经正式义务第6内底就甲咱讲啊非常清楚，咱是义务义务35分正式义务的成员所情绪的迄个时间上少，所以各位先生，咱先肯定咱家己，咱嘛肯定咱今日得知历经天命经的即个1年内底，咱办的篇数呢是有意的，所以这段伊要说明的，就是讲制定3中的代志，一个上业者，就是讲咱今有为个优点的时阵，爱着行不过天理，伫咧制定3中，还是伫咱咧行事的过程内底，爱无违背天理，违背天理。那么咱无形的，即会当感动着咱的鬼神天地；有形的，会当感动圣人的心，圣人的心，其实咱今日后生发现，咱拢是咧生性生的。那么在做主义这年代了，咱大家咱拢爱甘愿，咱拢是原再来的，而且咱一定是甘愿的。甘愿要创啊？天上天下，家风开来，为市民力量。那么而且而且这一段的体会呢，嘛是互较体会足久的因为什么咱爱做甲安尼？肯定讲一定爱到这一份身体有力，爱顶天，表示伊是信任有力地。所以伫咱现在，不管咱是一个公司的干部也好，总裁也好，执行长也好，还是咱来到道场，伫咱家庭，还是甚至来到咱道场，甚至就到咱家己，各位先生，我们都要能够知天知人，所有的言行举止，咱都能够知天知人，有所能够考证，那么一切就看上天如何来做一个安排，这是互他这一段的即个体会。那么伫天，也是讲心理天命之理，外口一株外在无形不行。那么咱就今日要来重要的开宗明义的讲属性是为着，那么属性是为着考证咱自己内在心中的威信，那么咱的良心的威信就是对天命。那么天命之为性，德性，咱人有人心、德性甲德性、人性甲黑性。那么咱如果若以德性天启的时阵，那么咱就是死。有时候各位先生请想，咱兄弟亲完，伊在脆弱的时阵，我们伸出援手，他是跟我们当成神看待。所以不管你是经济啦，还是心灵层面，他有瓶颈的时候，我们真的伸出援手，咱就是也当作咱是上帝。就像我看一个咱台先生传互我一个影片，一个囡仔诶，伊就摕伊内底点心，就来妈妈说我要去找上帝，出去，妈讲你要去哪里找上帝？伊就出一个上好食诶物件，搭伊包包内底。那么伊出去到公园，伊拄着一个啥物啦？就是一个游民，一个游民啊，安怎伊就看包多做，要伊把伊个物件拢摕互迄个游民食。那么迄个游民呢，就吃了以后就展露出非常灿烂的笑容，迄笑容非常非常的灿烂。这个囡仔看到了后，伊就来讲：“你就是上帝。”哎，就走，就来妈妈讲：“妈妈，我找到上帝了。”各位先生，这个游民食着个物件非常的欢喜，但是这个囡仔伊要找上帝，伊看到灿烂的笑容就是上帝了。那么这个相对呢，这个游民呢，食这个物件了，伊嘛感觉讲，哇，这个他也跟他的朋友说，我今日拄着上帝。那么各位先生，伊讲伊拄着上帝是迄个囡仔，迄个囡仔互伊鸡腰啊，所以只是一块面包，人家就帮我们认为，认为是上帝了。所以各位先生，咱今日要属性之为的，咱每一个时刻。每一个心思，咱的念念不忘着兄弟姊妹，出现破坏这个关系。所以咱一定培养地主，为什么要道人心传人？这就是咱的使命，甲咱的责任，咱的使命甲咱的责任。所以能够知天，那么来要知人，知人性，心理人性之理，修德之理。
那么你家互较会体会啊吼，各位先生，咱今日要去成长调整，因为你读这个人的时阵，你更爱知己知彼，才能够怎样百战百胜。你才先了解，比如讲互较要读我读今晚的连北，哦，叫王连北，他是江苏的人，咱互较要读伊的时阵呢，伊咧报告部嘛，你刚才我嘛要报告部，或许是跟他聊的过程里面，或许要先知道。搞不赢中小信念，我说好，中小信念很好，中小信念的好处我就跟他沟通，沟通以后呢，或许如何引导，就要来谈智慧，这就是咱要去体会去了解，所以咱伊先知影人性之理，先了解伊了后，你才有法度人把咱的好的物件给予，所以我们在渡人啊，像我们6年教育里面，咱我的前天，我的迄个什么。我做最基础的，各位先生，那我来谈6年教育嘛，4年教育嘛，那6个领域里面，教成物件，我讲讲，伫迄4年教育内底吼，虽然我是第2班，但是我嘛爱伫遐上，对无？已经上第2代啊，或许学到很多的东西，就是讲你原来要心情，了解伊了后，你才知影你要安怎标出你来读，你若一头就讲我读迄个拜拜，我读迄个经德，各位先生。绝对失败，绝对失败。所以我们要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叫我们真正领导人甲新闻的这个过程内底，你才能够成功，才能够成功。因为王阳明讲大道即人心，人道圆满，你才能够天道大。这个就是这一个逻辑，这个原理啊。来，阿扁，你甲人讲结果啦。来我一分片，来教你安怎做来步骤。你若法度真正照安尼来步骤去做，你这一定的三中绝对就是学别结果。所以讲四果，咱学别变做成四果，肯定是，肯定是。讲君子动于世，为天下道；言于世，为天下欢；言于世，为天下正。所以呢，君子会列，以建立我的3个步骤。就是咱讲的3不朽功德。君子动于世，为天下道，咱就是咧练讲。那么当然啦，因为无法了解生活，我较好的，多些学咱若袂晓解释的时候，较好的电脑内底，即摆讲师投影片，真正继续听咱再背呢，即摆我们背啊吼啊。一心得的君子，不动即义，一动就是咧推己就做。所以咱孔夫子谋得第一管子，咱金夫子回答的是。中恕自己，那么咱今日用伊自己了后，爱咱家己了后，求道了后，修道了后，知影道好了后，咱要安怎推己及人，为天下人的标准。各位先生，还是人人弘道，非道弘人。咱大家会当弘道，毋是道会当弘人，因为天不言，德不义，而且言义德端，心灵处练，它都有那些执着的。那么咱今日。如果会当实行其教育，各位先生，咱对推己及人的这过程内底，咱对天下人的标准、自信的流露，就是拢是如意的。所以呢，伫咱学校，我听过净空法师有一个弟子讲，伊讲净空法师啊，上面叫做显师，显师讲的就笼统啊呢，伫六度万变法内底，布施道3项，在施法施不为施，讲起有够济讲济，但是呢，咱迄个净空法师做一个回答，伊讲只要是顺义利人的，拢叫做显师，就是对别人好，你的生活正规，拢是叫做显师。自信的流露，顺贤无误，会用功德一尽致力为天下人所用，就是会当互咱天下人每一个人拢会当有所归顺、尊重。这叫做天下道。那么这等于就是咱有法度人动于世为天下道，言于世为天下法。那么这就是咱立功的原因，3不朽的这个功德。那么这个来好看，咱分听君子言于世为天下法。伊所做每一项代志，拢是咱爱去甲好好的去发展。那么这就是伊立定的这个根据。君子之言为以代天宣化，替天应德，以自性甲君性，
各位先生，咱昨去宣传这个道亲呢，当然透过阮春菊领任对伊的一个了解，互较伫写这叙述咱的迄个爱心会的这个过程内底，互我一个体会根据伊拄着这个因缘，为什么咱这个人呢，伊天鸿年月？小朋友2岁时，伊先生就因为车祸来离开伊。那么离开伊一个人就来抚养着2个子2个后生，而且抚养的过程内底已经这样过世，来到因后生都20岁就车祸，变植物人已经7年啊，伊逐天拢爱伊甲抽头抽1点钟，甲伊拉筋按摩。或许看过那个过程1个小时，各位先生，他。真的没有气馁的，而且没有抛弃这个儿子，每天做，而且他还要去工作做清洁工。伊早是一个头家娘呢，伊外想做水的，我是同年纪啊，外想做水的，但是呢，今日为了这个囡仔，但是他已经遇到瓶颈，而且他又得了大肠方面的一个疾病。那么，伊伫无助的时阵呢，咱主理人请咱助理主编来阮去的时阵。真的，他昨天说我们去跟他打了1针强心剂。那么各位先生，咱今日大天选替天免得，咱是不是以自性甲本性？就是讲咱今日以咱自性本体，咱所付出的德性，要去来做一个开导。那你开导的过程内底，就是要讲真正会当每一个人命里之外，都当有所学习，让他走出来，让他走出来。能够觉自性，所以咱阮美香平都甲讲，咱人敢若有一条筋主干的，敢模模标标。这个原理或许不懂，或许是听他这样讲，但是咱会晓用这条主干的主性分来行持，那么咱一定咱修行心体，听着了，伊甲我问，我再来问较清楚的伊讲为什么有一条尔，甲99条拢袂模模标标的？昨天你有跟他做这个样的一个分享他有疑问的，或许有时间再来问以后请示以后，或许再来跟他做一个解释。那么各位先生，咱今日互我一个人通心莲、周游莲讲，而且过程大天选嘛，敢互咱天安有细人所好管，不管拄着啥物困难你传你要通生的平安佮有足侪即个消极活动，即个足恶劣的即环境，足恶劣的即因缘，但是伊无放弃处理国来传伊即个习惯。那么各位先生，相对甲咱共款，咱今日上班的过程会辛苦吗？各位先生，办大会不会很辛苦？请问？哎呦，真的跟你们。爱的鼓励，爱的舞香，你们真的很棒。若无好，感觉做这样，因为刚迄个还是这道理会艰苦的，我真正艰苦。你叫我去扫厕所，开我讲道理真正足艰苦。相对学讲师的先生，我学老公常常说，你食饱营养，咱领薪水，咧喘大气，咧叹后边，笑袂好，咧哭哭撞，各位先生，真的。我们做理事会内，绝对会忝，但是咱的心境，会使讲是欢喜求欢。所以，像咱要为了天下法，像咱迄个医经先生，讲伊去遇到，当时着咱道场足温暖，张家伊会做一种的开导了后，伊也感觉非常温暖。那么伊听咱讲三宝的时阵，伊会讲安尼三宝的讲师足好讲的咧。我讲三宝的讲师。伊就是对三宝、对道有信心，经过训练了后，咱的三宝讲师大家拢变化过来。当然，就是感受了后，我感受讲，其实咱就是咱的行为，咱的一切所做，拢是咧伫公平顶来到这顶点。上面是咱2个一样，2个一样，汤一样，有法煮。当然，各位咱常讲师讲嘛，就是爱多听、多看，来多问。来咧，一支喙尔，是爱讲话爱用上细语，为上细语。但是呢，这支喙，咱会当代天选，替天行道。因此，来一个圣洁的君子，
伊所讲的话是咱天下正，所以呢，三宗12部经典，哦，所留落来5000几年、2000几年啊，迄个历史的经典，到即阵咱每一个人拢毋敢来推翻，只要子曰的都不能改为真是礼乐哦。所以各位先生，迄就是咱的天下正是理念。所以咱君子之言，言体无敌，伊的本体守住本体，也就是处理伊的德性，那么定来讲。所以咱的前人、咱的典传师、咱的前辈下所讲的话，是拢非常有的。啊，那么咱今日若丢无到咧，人讲定来听，见着听。哦，所以咱少一个学校咧，咱有时啊，拢无啥讲讲话的时间，因为咧，前人典传师哦，伊可能来咱做学校的吼，就毋通去烦恼伤济，无拢安尼想。所以君子之言，乃敢以天下之心，通病人言。以众生的心病，不留经典度众生。众生有84000个弊病，上对父母84000个法门咧，来咱做一个对比。因此，咱今学经典，哦，今日要咱理解，也是要度人化众，是要成仙救人，由内心而动，达到因为足以为天下因世所尊敬的一个法则。所以，毋才讲大悲顿化，那么小点咱传流哦。所以呢，伫遮有项的，咱各位先来分享。不是激动，激言。如果咱每一个人都当躬行实践，就是咧亲身去体证，哦，就当恢复咱本性的光明甲文化。那么当然，今天你咱读经典，先生是对咱讲，经典圣言留来这经义不归，就是要度众生。那么咱就是要落实化，为了先生讲，咱经典要生活化，经典要生活化。是这个原因。那么，伊后壁伊就讲，阮是即有无，就是讲，虽然圣灵社会已经离开咱5000几年，还是咱孔子佛德已经离开咱2000几年，君子之言必四海，哦，伊必成必四海，而且得为天下，万方之灵必兴化万民瞻仰，就是咱的古圣先，也是咱国学的。甲咱青岛一个李居士甲韩居士啊，哦，我讲讲起从哪听电视啊，我讲韩老、李老，伫咧道场听着韩老、李老是老先生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咧，咱甲咱迄个李老甲韩老吼，阮光复里面出来，甲伊尔圣堂的时阵，我嘛爱来教台湾的。或许看他马上用跪拜礼哈，在参加我们周前人当下的候选。啊，你毋是李老，咱这位又毋是韩老、李老嘛？老前人啊，那伊要甲咱前人跪拜，或许才了解。后来或许问我们点么子，如果毋是，迄代表青岛的人吼，迄李老叫做就是居士，就是在家修的一个居士。原来如此，但是各位先生，为什么伊来到咱伊尔圣堂？比青岛的呢？哦，青岛遐个那远吼，坐飞机爱坐2-3个钟。阮是即有无？啊，就是讲今日是一个大吉者，那么各位前辈，咱学学，伊对咱有一种的这个瞻仰钦佩。那么相对啊，咱虽然是一个干部，一个人才之一，那么咱各位先生，咱要如何去行持互咱的厝里的人，互咱的护学们，互咱的德亲，对咱会当有一种的这尊重，是爱靠家己去行持。哦。是讲你今做助理，啊，你今做领导，你今做组长，人家就要对我们一种非常钦佩的一个心理，不是，绝对不是哦。比如讲像咱若要去问人路啦，还是讲咱要请前面做哪个代志，我们都要非常有礼貌的非常有礼貌的，这样才能够有文化。这是口号的，刚刚各位的分享啊。啊，因己就不一样君子之言，可是接近的人连声音，就亲像咱讲的，过去咱孔夫子72年，或孔夫子一样，像咱中庸是咱孔夫子呢伊的言行记录，但是祖书呢，才个来写出来一本的这经典。那么为什么祖书也像，而且民主也说认伊敢得着，拢是感恩着
刚配的咱空务处的名义。那么上面各位先生，咱今日咱身为咱的前辈者、前年也好，咱要互咱的护客，伫咱身边的过道的护客，对咱有即种的尊重、好法，这是爱去思考的物件，爱去思考的物件，这是护客要甲咱分享。那么希望在必不在处不动，此地修也以应尽将军，不自比友，不足此地，则有如天马行空。那么咱主持能够透过时间即句话呢，来甲咱做一个印证，就是讲，你会当立言、立言、立功、立德、立言三不朽的功德，在必无就是不管外远嘛无恶假道呢，恶假道伊就是厌恶的意思，不管有外远，伊嘛厌恶。那么在咱的身边经济今日呢，伊嘛袂厌恶的意思就对了。那么来书记修养，就是讲记录实用，那么咱把持在迄个方面了，咱多先去分享就是君子修德，讲话一月，万事无德，应用是真正明应如定志。因此各位先生，咱若一个班会不管是大班的还是小班的，咱老请那点传师，还是咱爱上有帮助你。我来请去迄个法会内底，比如讲仁德神学班我来请点传师去，请走一去上班的前线感受不一样，因为热情的一个当下，热情的当下。所以呢，而且咱爱体会讲，咱今日虽然是一个人才之地，那么咱要如何来成就咱家己，这嘛是咱爱去学习的所在。君子所以为君子者，和也，书记修也，是伊的需要量存在，雕塑其实因恶求之，就是讲咱不管就是讲伊那个基础人做主要如何流露就讲道的需求，那么伫道人首先就像个过程内底，要安怎以咱的本体做主，一内来伫咧重视，来体宣传退休的，这个咱修出来，这讲立言立德三不朽的这功德，这是这是句来互法的一个体会。那么佮再落来，有做到圣德之所以成圣德，毋在各自性，力量不离得。这个先生讲起咱后生仔讲起这句伊就是总包括伊就是总包括。那么来，咱一定爱去以咱的自信分做主，而且练练以德心为主，伊迄心。人生的拢是对待有相对的、有分别的，所以呢，伫即一段29章内底呢，我以这呢来甲咱各位先生再做一个回顾，嘛，互法呢，伊的即个道呢，这互法爱请博士做的毋是互法做的这互我请博士做，因为呢，这博士改了这软体伊的电脑嘛到这软体，若互法就我当做这软体。但是第29章内底，我佮咱做一个整理总结内底，我甲咱做一个整理。咱在即个三章内底，吉祥不骄伊就是咧甲咱提醒吉祥不骄。那么三章的代志，议定礼节、制定制度、甲课文的一年内底义咧就是咧正面定，那么制度呢就是咧办民事，课文就是咧传民俗。但是无得位的时阵不能制作，就是你无得甲无咧位的时阵，你无法度通做。所以位下不背的时阵，嘛是讲无得无位不作礼教。那么上言者，一个上言者，一个伫上位的人，但是你无兵不行，就是讲，亲像呢，就是夏朝商朝也对，出版，咱无法度定验的时阵呢，咱孔夫子伊无适用着夏朝甲商朝的这个，伊从周礼所以讲迄个时阵嘛，贫富就，那么咱现在，咱首一个干部人才也好，单处人才也好，咱所有做的一切的行为，修一个过程内底，咱爱守的规矩，一定爱法度人立足属灵。爱合乎迄6大原则后壁
下言者虽先不行，无为但是有德哦，所以呢，名分错。因此，毋是咱烦恼的代志，咱就嘛去烦恼爱守义为己言哦。那么君子制作真善，一定爱君自心，静自思明，可自三恶，不配见诸天地。见诸天地之不配，可自三恶之不明，集诸鬼神之无疑之术，必使一属性灵之不天。爱兼顾这六大原则，而且爱地灵地天，制作出来三样，才会当移民，哦，才会当移民，才会当适合咱的百姓伊的遵守。如果咱会当安尼，那么咱天地社为世的动力社，为天下的天地社，当为天下法；天地社可以为天下正。哦，因此呢，这不一样，贯彻这句话。这也就是咱为咱照头前安尼做，那么咱就当成就这个德行哦，那么就当应如于天下。哦，所以呢，我发而且甲各位先生分享，就是讲咱孔夫子来祖孙的这本中庸，其实拢会讲真道，因为咱甲2000多年的历史哦，迄个人讲遗古遗今，要甲经典生活化、修道化的这个过程内底，拢爱合乎真道，爱合乎咱人修持的过程内底，培养弟子兄弟姊妹修持过程内底可以合乎道。所以呢，而且我敢是讲，绝对是咱天得道，我个人带。那么而且呢，甲咱各位先生分享这一段29章，其实伊非常长啊，但是。